設想一下，你嘅客戶第一次來訪，搭乘風速電梯上樓，企喺全景落地窗前面，咖啡都未飲完，合同就簽咗啦。呢度唔係5星級酒店，呢度係海雅 HCC 甲級寫字樓。今日我哋大家嚟一次沉浸式嘅體驗，只要5分鐘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喺呢度可以令到我哋嘅企業形象從此不凡。先嚟講講交通區位，海雅 HCC 坐擁雙高速1輕軌嘅立體交通路網，廣珠西線、廣中江雙高速環繞，深圳、廣州、香港、澳門全程高速直達。輕軌南頭站連接項目，半小時到達廣州，1小時到達深圳。商務洽談、客戶接待高效又便捷。再嚟講下我哋嘅硬件，海雅 HCC 按照頂級標準打造，每個細節都為你嘅企業充分考慮。全玻璃 Low E 幕牆嘅外立面，高端大氣，而且可以隔熱降噪，防紫外線，接待客戶日常辦公，氣場全開。30部風速電梯，高低分區運行，早晚高峰唔需要等梯，效率翻倍。VRV 中央空調，每個區域獨立控溫，節能舒適，適配各種辦公場景。全樓層預留咗吸排水，辦公室裏邊都可以做水吧。下午3點3飲杯咖啡，客戶接待可以做個果盤，輕鬆又從容。3層地下停車場，超6000個車位，超500個充電樁，適配新能源車輛。停車絲滑，開啟你每日辦公嘅好心情，亦都係商務效率嘅第一關。租賃空間足夠靈活，先可以匹配企業全周期嘅成長。初創團隊可以由50平方起步，中小型企業可以按層學租，集團總部可以成層或者多層貫通使用。今日我哋着重帶大家睇2個示範單位。第一個城市會客廳，400幾平方嘅大尺度空間，搭配270度全景落地窗，視野極致開闊，城市繁華盡收眼底。呢個戶型特別適合全鏈條科創企業，無論總部辦公、研發中心定係高端沙龍、產品展覽，都能夠輕鬆承載。示範單位裏邊已經配置咗前台、辦公室、會議室、吧台、公共接待區、VIP 接待區同埋洗手間一應俱全。第二個 loft 靈動空間，層高4.5米，上下2層可以獨立佈局。樓下開放式工位，樓上設置辦公室或者係會議區，適合年輕創業團隊設計工作室、展示型辦公業態。我哋提供2種交付方式。無坯交付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個性化裝修，精裝交付可以直接省去裝修嘅煩惱。當然，單有門面係唔夠嘅，產業圈層先係企業長久發展嘅核心。海雅 HCC 坐擁得天獨厚嘅產業優勢，項目坐落喺中國家電品牌基地中山市南頭鎮，呢度匯聚咗超過6000間大型家電以及配套企業，好似 TCL、奧馬、長虹、智慧松德等等，都係行業內嘅領軍品牌，產業氛圍極其濃厚。灣區科創中心位於 A 塔嘅5至10層，協助企業直接連接產業、資本、人才3大核心資源。無論你係家電上下游企業、科創企業、跨境貿易定係生產型服務業，都可以喺呢度精準揾到合作夥伴。進駐海雅 HCC 相當於進入咗一個完整嘅產業共生系統，資源對接，事半功倍，助力企業快速佈局，做大做強。再嚟講講我哋嘅硬核配套，海雅 HCC 喺60萬方海雅繽紛天地購物中心樓上，吃喝玩樂購一站式購齊。辦公太枯燥，生活唔方便，喺呢度係唔存在嘅。上班攰咗，落樓飲杯咖啡，滿血復活。喺5層空中花園散步，創意湧動。員工就餐、商務接待，各類嘅餐廳隨便睇、隨便揀。下班或者係週末喺澎泰超市採購，喺愛潮上 KTV 團建，高端健身會所揮汗如雨。辦公同生活無縫銜接，員工生活幸福感提升，核心人才自然就留得住。洲際酒店已經進駐，高端宴請、客戶住宿、會議洽談，出門就到。每一次嘅接待都係你企業實力嘅硬核名片。最後劃重點 ，A 棟產業創新引擎，總部辦公、家電、科創、AI、金融、貿易集聚。B 塔係高端服務集群，17至28樓，
係洲際酒店，醫美、月子中心、口腔、休閒配套齊全，甲級標準賦能，企業騰飛嘅戰略支點。海雅 HCC 既有深中通道橋頭堡嘅區位優勢，又有超過6000間家電企業嘅產業加持，全為繁華配套。無論係企業自用定係投資，都係不容錯過嘅明智之選。睇完我哋呢段視頻，我相信你對我哋海雅 HCC 都已經有最初步嘅了解。到底係邊一點最打動到你？評論區話我知。